好，来继续来看，今仔日是立法院新会期开议的第一天。国民党团一透早就来霸占着主席台陪角议事，因认为中共代理人的手法，可能会互台商甲伫中国读册学生陷入着危机。因搁伫议场大啉这个粉圆奶茶，经替民进党的立委陈明文伫高铁胖见300万。 立法院新会期开议头一天，国民党团早起6点40分就派人霸占主席台。中共代言条款违反新闻自由、违反言论自由、就学就业的中华民国国民，陷入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险境。所以要求一朗撤案。盘粉甲珍珠奶茶等等的道具，国民党团唔拿口洗，休会期间。 爆发着特权的私分案，要求总统蔡英文到立法院报告，麻烦伊民进党立委陈明文胖见的300万有避免。国民党借不到300万，只好分开来。那呀，立委伫议场内面咧食物件，一看到民进党团总调郭建明出现，要请伊啉，抑过郭建明甲拒绝。 看在立院立委的眼内，因安尼做是无理取闹。已经说了，大家要坐下来谈嘛。那他今天这样的动作，那是不是也明代表他们就是中共的代理人呢？否则他们为什么要用这样的大动作去反对这样的修法呢？那要表达给谁看？给中国看吗？国民党党团表示讲。 今日规天拢会继续霸占主席台，党团协商后才决定后壁的动作。上紧28号才和行政院长苏贞昌上台报告，嘛，和立法院搁空芳一天。